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山着數王嘅 channel， 又係我阿 Ken 啦。咁今期咧嚟翻中山西區嘅彩虹片區啦，前面咧就中旅彩虹啦。我身後咧就係今日要睇嘅屋苑公園四季2期嘅1期，同大家睇得多啦。今日終於同大家去睇2期啊！但係而家2期咧真係賣到七七八八啦，主要賣緊咧就係7座嚇。咁譬如呢一個1、2座咧可以揀嘅咧，基本上係寥寥可數，冇乜樓層可以揀噶啦。咁咧再同大家睇下啦，2期全部咧都係有序咁樣喺度開緊工，而家咧就做緊門口呢一啲公建嘅配套啦，同埋綠化嘅。後期呢一條路咧係會開通噶，所以咧呢一啲臨時車輛咧後期係唔會停響度，會抄牌嘅。對面咧就我哋嘅1期啦，嗱咁樣睇咧真係好靚啊！包括外邊啦同埋裡面都係唔差嘅，以及咧而家咧就做緊啲精裝修啦，所以咧啲精裝修嘅材料咧，啲裝修師傅咧都係喺度運送緊入去呢個屋苑嘅。然後同大家睇下嚇，2期咧呢一邊有個門口啊嚇，呢個門口咧後期咧都係一個小車出入嘅一個門口嚟嘅。而家崗亭咧係未設立好嘅，然後咧呢一度咧係可以搭 lift 啦。搭 lift 可以上翻去呢一個2期嘅園林嘅，我哋同大家去行下，順便再同大家講下嚟緊呢就係呢一個10月1黃金週嚇，就有優惠活動嘅，同大家講翻，我都會鋪響個屏幕度嘅。首先第一樣呢就係會贈送下指定房源贈送拎包入住3萬蚊嘅補貼，亦即係一個折扣啦。咁第二個家電禮5件套，5件套咧都係大型嘅一個家電嚟嘅嚇，大家唔需要擔心。另外咧，開發商再送36個月嘅一個微管理費，即係3年管理費，唔需要大家交。仲有6萬蚊嘅一個產權車位嚇，即係送送一個產權車位俾到大家之餘，就係交6萬蚊就買一個車位，亦都唔可以講送啦。咁另外呢，仲有個6萬蚊嘅車位大禮包，就譬如你買咗第一個車位啦，第二個車位譬如佢賣10萬蚊嘅，咁呢個6萬蚊呢，就係抵用呢個車位嘅券，大家呢，只需要交多4萬蚊就可以買第二個車位啦。最後邊呢，仲有一個購房大禮包，最高3萬蚊，呢一個呢，就要等佢到時確定先知啦。然後阿 Ken 呢邊呢，會送大家呢28000嘅全屋家私大禮包全屋嚇，然之後呢就仲有再送多1年嘅管理費，咁就一共有4年嘅物業管理費嚇。好，我哋入翻去啦。2期呢，佢係要上少少梯級啊，過到嚟呢，呢一邊呢就係我哋2期嘅一個保安嘅崗亭啦，好幸福噶，佢哋有冷氣嘅嚇，舒服過阿 Ken 啦。好，我哋入翻嚟啦。2期咧，俾我感覺咧就係步步高升，有水景嘅。咁剛先同大家講嘅 lift 嘅嗰個搭 lift 嘅位咧，如果真係腿腳唔方便啊，或者我唔想行上去，就索性嚟呢度搭 lift 上翻去，就係我哋嘅花園啦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嘅，一入門口就見到水啦，水為財，廣東人係最中意嘅。然後咧，再步步高升，睇住我哋嘅綠化。公園四季呢，佢嘅呢個名係改得非常好嘅。一年四季呢，都好似生活喺公園咁樣嘅，因為呢，佢呢啲所有花草樹木呢，都係根據季節性咁樣去種植㗎。佢入邊嘅品種係非常多嘅。好啦，我哋上到嚟呢個花園呢，可以睇到啦。2期呢係冇泳池嘅，大家游水呢，後期過返去1期就可以游水啦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同樣係有水景喺度嘅，因為呢而家佢未交樓，交樓之後呢，上面呢仲有一層水景啊。因為而家呢，嗱，今期嘅主角嚇，而家賣得最 hit 嘅、最多貨揀嘅呢，就係面前嘅呢一座嚇，呢一座7座嘅。咁1、2座呢，就喺呢一度，就呢2座呢，冇乜得揀噶啦。咁我哋一陣間呢，會上去示範單位啦，同大家去睇翻成個2期嘅一個交樓標準，到底同1期有咩唔同嚇？咁而家2期呢，特價單位上面可以睇到嘅最平嘅單價冇樓層揀，就12500起啦。咁呢，如果大家呢想揀樓層呢，而家2期嘅一個均價呢係13500到14500起嚇，就唔同嘅樓層、唔同嘅一個面積段呢，價格都唔同。如果大家呢想知道最真實嘅成交價，不妨同阿 Ken 去傾一傾嘅，我會毫無保留咁樣將所有嘅折扣放晒俾大家隨意去對比嘅。咁我哋而家呢，事不宜遲，即時去片嘅。
Hello， 而家咧阿 Ken 上到嚟呢個樓層咧係2樓啊，係示範單位嚟嘅。咁首先同大家講翻啦，2期呢一邊咧係2梯4伙嘅。首先呢兩邊咧，首先係02同埋03啦，分別都係95平方嘅3房2個洗手間嘅。咁佢哋之間最大嘅區別咧就係03呢一邊咧，單獨有一個預留嘅空間啦，後期可以使用翻擺翻啲嘢嘅。咁呢個牆面咧，分別咧就係呢一層嘅一個水標啦，同埋電標嘅房嚟啊，物業咧會唔定時過嚟抄一抄標嘅啫。咁其實你擺喺呢度咧係冇人會干預你嘅。仲有咧呢度咧係有個採光窗嚇。好啦，同大家主要睇咧係交樓標準嘅。咁佢2期嘅標準咧，呢一個咧都有唔同啦，全部用咗鋁嘅，包括嗱，大家睇下佢嘅一啲包邊啊，同埋啲做工咧係非常好啊！呢啲鋁門順提一嘴都係3合1嘅指紋密碼鎖嚟嘅。咁咧再睇翻佢入湖玄關嘅鞋櫃啦，阿 Ken 嘅鞋碼咧係40碼嘅。咁其實後期做好鞋櫃之後咧，你話45碼之內咧都可以平住嚟擺鞋嚇，冇問題嘅。後期做到由地到頂啦。咁然後我哋去睇翻佢成個設計咧，係餐廳、客廳一體嘅一個設計啊。咁2期咧同1期一樣嘅。咁客廳嘅呢一啲中央冷氣咧，全部後期係一個交樓標準俾到大家。房間咧，大家後期去買翻分體機安裝就 OK 嘅啦。咁我哋去睇翻呢一個開間先嚇。好啦，佢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28米，接近3.9米嘅一個開間嚟嘅。然後咧，我哋睇翻廚房啊。咁好多人話：嘿，咁樣睇係咪後期冇門嘅？其實唔係啊，同大家解釋翻。大家去睇到好多樓盤嘅一個示範單位啦，其實都冇裝呢一啲趟門嘅，因為咧驚有陣時老人家視線唔好啊，或者小朋友出嚟睇樓嗰時跑跑趯趯咁樣撞親，所以咧開發商拆嘅。後期交樓咧係會有門俾到大家啦，係趟門嚟嘅。睇翻我哋嘅一個廚房嘅交樓標準，其實2期同埋1期對比咧，佢哋就做咗一啲加減乘除，有升級，有唔同嘅地方，但係有一啲地方咧，的確係冇1期咁靚。就譬如呢一個操作嘅一個賭台，呢個台面啦，1期咧係好記得嘅，佢係一個一體化，即係呢個防水條同埋操作面台係一體化嘅。佢而家咧係接駁式嘅嚇，呢一個咧要注意。咁其實櫃咧上下櫃都係一樣噶啦。咁呢個3件套咧就係抽油煙機啦、爐頭同埋消毒碗櫃嘅。另外咧呢一個弧形咧係一個露台啊嘛，後期咧佢嘅一個熱水器啊同埋呢個燃氣錶就擺咗喺呢度，熱水器咧就向呢一邊嘅。咁同樣啦，做咗一個可以打開嘅一個採光窗啊。咁另外單星盤嘅設計，我覺得咧現時嚟講，單星盤係最實用嘅。咁包括呢啲櫃咧，全部有。我睇下先，佢呢一個95平方咧，同1期咧就唔同啊，係冇咗個拉籃嘅一個設計嘅。咁另外再同大家睇啦，佢係餐廳同埋客廳咧係一體化，開間咧係一定係一模一樣嘅。所以咧呢個95平方咧係好襟打。點解市場上面咁受歡迎呢？因為公園4季咧，佢無論係示範單位啦，抑或係而家交樓標準啦，後期擺翻一個正常 size 嘅家私電器係絕對冇問題，唔會話好似有啲開發商咁啦，去做啲 mini 嘅側側膊唔多個，搞到入到嚟，哇好大喎，80幾平方可以做到咁多嘢，係咪？其實唔係嘅，真係要擺咗嘢先知嘅。咁另外呢，佢哋嘅一個交樓標準，呢個窗呢，全部無論1、2期啦，都係用咗雙層隔音嘅玻璃窗啦。好啦，我哋去測一測佢呢一個露台。佢呢個露台咧係連通翻另外一個房間嘅，所以咧佢露台嘅長度咧係會特別長。咁1期咧當然係冇呢一隻弧形嘅嚇。咁咧佢嘅長度咧係接近5.3米嘅一個長度嚟嘅。公園4季咧佢靚嘅地方咧就係佢嘅一個園林綠化啦。2期咧係冇泳池啊，所以咧後期如果需要游水咧，去翻去1期係業主咧可以一齊咁樣去共用翻嘅，大家去睇一睇嚇。好啦，咁咧呢一邊咧就係我剛先講嘅
嗰個房間可以出翻嚟呢個露台嘅房間啦，後期擺翻洗衣機嘅位置啦。咁同樣啦，佢1、2期咧呢啲外立面咧都係用咗呢啲真石漆嘅嚇，所以咧就呢一個咧防水啊同埋隔熱咧會更加好。另外再同大家講一句嚇，佢呢一個露台嘅一個護欄咧都係用鋁嘅，所以咧佢嘅一個造價會更高啦。同埋後期封窗咧，大家只需要將呢一度連接埋個頂嚇，因為佢呢一啲玻璃咧係好厚實嘅，所以又可以慳翻啲錢嘅。然後咧，我哋入翻去房間同大家講翻嚇。嗱，呢個房間咧就係剛先同大家講到嘅，可以出翻去露台。後期咧只需要打開呢個趟門啦。咁其實如果有長輩嘅朋友咧，長輩佢哋一定中意花花草草啦。每日瞓醒直接可以喺呢一度出翻露台，打理佢哋中意嘅花花草草啦，或者喺出邊做下晨運都 OK 嘅。後期擺翻1.5或者1.8米嘅床冇問題。衣櫃位啦，全部做好晒俾大家。所有房間冷氣自己去裝下。好啦，仲有一個細節喎，1期同2期之間，1期咧佢嘅交樓標準咧，呢一啲咧係深色嘅，2期咧佢就聽咗啲舊業主嘅勸啦，就改咗呢一個淺色調嘅。我覺得各有各嘅優點啦。年輕嘅朋友當然係中意呢啲淺色啦，如果你話長者咧，當然係中意深色沉穩啲。好，我哋再入去啊，呢一個公共洗手間咧，鏡櫃收納式嘅鏡櫃係交樓標準。包括下邊咧都有收納櫃啦，而且馬桶位隔離咧係做咗2層嘅壁龕俾到大家啦，包括呢啲防水嘅一個插蘇啦。咁其實空間咧我夠嘅嚇，即係打功夫都得噶。好，我哋再睇下，咁佢交樓咧係有浴屏俾到大家噶啦。嗱，呢一啲係標準 size 嘅，有窗嚇。好，我哋再入翻嚟，咁其實比較建議大家啊，不過都冇所謂。因為佢已經係有浴屏啊，如果冇浴屏嘅咧，有一啲開發商係冇浴屏交俾大家嘅，咁後期呢一扇門咧就唔好用木門啦嚇。跟住咧，呢個房間咧係作為一個半贈送嘅房間嚟嘅嚇，淨係計一半面積，另外一半面積咧係送俾大家啦。包括呢啲圍欄咧，見到嘅咧全部可以拆，所有呢啲窗咧都係雙層隔音玻璃窗嚟嘅。嗱，呢個房間後期交樓俾到大家，包括呢啲所有嘅插蘇做晒俾大家，可以做書房，可以做客房嘅。然之後我哋去睇翻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，嗱，過翻嚟，再入翻嚟就係佢呢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，係個套間嚟嘅，鑽石型嘅一個設計。但係咧，佢呢個鑽石型咧，我覺得咧係唔乞人憎嘅鑽石型，因為咧我一句係真係只可以做到咁多嘢，但係空間咧，我覺得係唔細嘅 ，OK 嘅。嗱，包括呢一啲星盤位啦，同埋呢啲防水嘅插蘇啦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呢一度咧就後期，你話如果擺咗1.8米床咧，就做唔到3邊落床啦，因為呢度咧仲有一個衣櫃嘅一個預留位喺度嚇。咁包括咧華潤人行咧，公園4季咧，開發商係華潤，管理咧係人行嚇。包括佢嘅主人房嘅呢一個平安鐘同埋客廳都有平安鐘嘅。咁2期咧交樓標準咧，今日咧主要同大家咧就實地咁樣去睇下，然後價格咧咁開頭嗰陣時有講嘅。如果大家咧就想了解最新嘅價格，因為嚟緊咧國慶啦，優惠活動又多。如果大家中意咩樓層咧，即管同阿 Ken 去溝通翻，我會15/10同大家講嘅。然後我哋而家去睇翻嗰個118嘅戶型嚇。嗱，呢啲公共空間嘅過渡位係好闊落嘅，包括2個 lift 咧，後期就係喺呢2個位置啦。出 lift 嚇，如果住大戶型就呢邊，細戶型就嗰邊。好，再同大家講翻嚇，點解咧呢度咧係會凹咗少少位置落去？其實呢度係水槽，點解會有條水槽咧？因為咧呢兩伙咧01同埋04咧都係118嘅，後期咧係一個安全消防標準。我而家呢個位置呢個位，直到嗰度嚟呢個位。呢扇玻璃窗咧係冇啊，係吉嘅，因為後期咧佢係一個安全標準，要符合一個消防嘅雲梯上到嚟，進行一個急救嘅一個形式，即係萬一發生火災啊，所以咧呢度係吉。
後期咧可能會有雨水會撇入嚟，所以咧就要留翻個水槽啦。大家其實唔使驚嘅，攝影師我哋認真啲少少嚇，因為佢出邊嗰個雨簾咧其實都已經係好突出，可以有效咁遮擋好大部分，除非話真係非常誇張嘅一個橫風橫雨，點都冇得匿，咁啊真係冇辦法啦。咁其實咧呢一邊咧呢一線咧。呢一橛窗咧係有啊，呢一度係有嘅，只不過係中間嗰度係吉嘅。好啦，再同大家睇翻呢一個咧係118平方嘅4房，呢個4房咧可以改做橫廳嘅南北通，亦都可以做傳統嘅南北通。另外大家注意一樣嘢啊，95平方咧佢嘅大門咧係向入邊開嘅，118平方咧係向出邊開啊，所以咧空間感覺會更加大啦。首先同大家講翻啦，呢一個房間咧就係半贈送嘅房間，其實後期呢度做翻一個榻榻米嘅床啦，同埋後期擺翻書台衣櫃，一個 L 字型嘅書台衣櫃。一個連住喺度嚇，嗱，同大家去度翻呢一個開間先，可以做一張幾長嘅床嚇，嗱，接近2.3米嘅一個開間嚟嘅啦，呢一度同樣嚇呢一幅牆咧嚟，呢一幅牆咧後期係可以駁嘅，駁咗之後咧就做咗一個橫廳嚇，咁最後邊咧我會將嗰個示範創意樣板間咧一個 home tour 嘅形式俾大家睇啦，再同大家去睇翻啦。好，再解釋翻呢一個咧係成間屋嘅強電箱，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就每個房間啦、每個功能間都會有一個獨立嘅電掣。第一個咧就係成間屋嘅開關，一拍落嚟咧，成間屋嘅燈咧，所有咧都會熄嘅。下邊咧呢個係擺路由器啦，咁呢一邊咧後期擺翻一個鞋櫃。鞋櫃咧就要自己出邊揾裝修公司去做啦，擺鞋嘅空間咧係一定夠嘅。咁我哋去睇翻啦，呢一個南北通嘅回翼，然後咧佢嘅中央冷氣咧向呢一度啊，中央冷氣嘅位置，再同大家睇翻啦。佢餐廳嘅開間啊，餐廳開間咧係3米嘅一個開間，其實呢個餐廳咧係可以玩嘅，睇下大家點樣去處理下。嗱，如果做餐邊櫃嘅朋友，後期呢度做咗餐邊櫃，建議大家喺呢一度擺翻張長台下。如果唔做餐邊櫃咧，擺張圓台，絕對係冇問題嘅。加上咧呢個廚房，嗱，大家去睇下啦，佢1期同埋2期嘅一個交樓係唔同咗嘅，咁3件套係一定有啦。咁呢一邊有冇拉纜線？好似2期咧都冇做，有2期大戶型咧就有做呢一啲拉纜嘅嚇。其實呢啲咧就後期可以自己加啦，當然開發商做咗俾大家就更好啦。呢個單星盤咧比剛先95嗰個咧 size 會再大啲，我就真係非常中意呢一個地方啦。咁有呢個採光窗。然後咧，剛先餐廳嘅開間係3米嚇，咁呢個露台、呢個騎樓嘅開間咧都係3米嘅一個開間嚟嘅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咁其實後期你話上風窗又得，唔風窗又得嘅。咁其實呢一邊咧係朝南向，唔會嘈嘅。真正嘈咧係往北邊嗰邊嘈。一陣間同大家講下點解會嘈嚇。然之後咧，再同大家去睇翻呢一個客廳嘅開間。好啦，客廳嘅開間咧係3.77米嘅嚇，係仲有一樣嘢，量埋呢一個樓底俾大家去睇一睇。嗱，佢依家個樓底咧係接近2.8米嘅一個樓底，即係已經裝修好晒嘅一個樓底，鋪咗瓷磚啦，上邊咧都掃晒灰嘅啦嚇，已經全部基本上你話唔係話對生活追求好高，買家私電器可以住，因為咧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啲天花咧做咗俾大家啦，包括呢一啲隱形嘅窗簾盒咧都做晒俾大家噶啦，係啦。咁咧我哋而家咧就開咗呢一扇窗俾大家感受下南北通嚇。嗱，大家去感受下呢一條繩咧係喺度揈下喐嘅，係啦，即係會有啲好柔嘅風入到嚟間屋度嘅。咁呢一個露台係主露台嚟嘅，剛先嗰個咧係工作露台啦。咁可以睇翻啦，點解會有
上邊空中咧都有草地咧，因為下邊咧係有商鋪嘅。咁公園四季二期嘅商鋪咧，全部都係俾中山市政府統一去招租，係唔對外去開賣嘅嚇。一期咧就冇商業嘅，二期就彌補咗呢一個缺陷，咁樣咧會更加方便啦。大家可以參照翻呢一個中旅彩虹下邊嘅一個街鋪啊，後期呢一度咧。佢嘅一個業態同樣係非常豐富嘅。然後剛先咧，我哋睇咗第一個房間啦，呢個係第二個房間嚇。咁其實咧後期點樣去做咧？因為阿 Ken 咧有賣過呢度嘅單位，我個業主咧一致認為將呢個飄窗呢個位置咧利用翻起身，做翻個榻榻米，後期咧做翻個平鋪擺翻床墊嚇。咁呢一邊咧書台同埋呢一個衣櫃位空間咧係好大嘅啦。再睇翻公共洗手間嚇，一樣嘅，包括啲收納式嘅鏡櫃啦、星盤、儲物櫃，以及呢兩個壁龕位、馬桶位同埋淋浴嘅地方。咁淋浴咧，佢呢度咧係有個飄台啊，呢度係唔駁得嘅。咁咧呢度咧仲有一個，我呢個設計幾好啦，尤其屋企有長者嚇，真係有陣時年紀大攰咗，想坐喺度沖涼啦，或者咧冬天嗰時，攞一個洗腳盤喺度浸下腳，幾好嘅嚇呢個設計。咁佢既然唔幫得，我哋就要合理咁樣利用。好啦，第三個房間呢，都係建議同剛先第二個房間一樣啦，利用起呢個飄台位去做翻榻榻米連接翻起身，咁樣呢可以活動嘅空間呢會闊落好多嘅。最後邊同大家睇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呢一度咧後期擺1.8米嘅大床，三邊落床。咁飄窗咧後期可以放一張坐墊啦喺度坐下睇下書嘅。咁然後個衣櫃嘅預留位係兩邊嘅嚇，男主人同埋女主人嘅衣櫃咧係互不打擾，可以分開佢啦。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呢個床咧係會對住呢個洗手間，但係咧咁你呢兩邊做咗衣櫃啦，將呢道門閂翻佢就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好，我哋睇翻啦，咁佢呢一個主人房嘅套房嘅淋浴位洗手間咧，同公共洗手間咧係大差唔差。如果肉眼睇咧係一樣咁大嘅，包括呢一度咧都係可以坐啦，或者後期浸下腳嘅嚇。咁大家咧睇完呢條片覺得應該係買1期好定係2期好嚇，都可以喺評論區下邊去留言，大家去探討一下嘅。咁2期咧佢顏色咧係會淺咗好多啦，我覺得咧就大家後期可能會做翻啲呢一啲藝術漆啦，或者去做翻啲護牆板去搭配一下，會整體咧會更加高檔、更加靚嘅。咁後邊咧好多人 agent 咧就講，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事實嚟嘅。嗱，出邊咧有啲橋墩嘅位置咧，就係呢個深茂高鐵啊。大概咧仲有2年時間，我哋中山咧直接咧1站到南沙，2站到東莞，3站咧到深圳嘅寶安嗰邊嘅。所以咧中山北站咧都喺度擴展緊，做大佢嚇。中山北站咧本嚟係一個城軌站，2年後就升級為一個高鐵站。同樣咧，我哋嘅 Sam's Club 啦，9月份開業。到而家咧，我睇到朋友圈咧就日日都好爆，排晒隊嘅。咁喺我哋呢度過去 Sam's Club 咧，10分鐘之內嘅時間嚇，打車就可以到噶啦。咁同樣前邊咧就仲有一個成個中山市最大嘅一個農貿水產批發市場，步行可以去到嘅就喺前面啦。就嗰個講緊個高鐵高架橋。再前面少少，大概係300到500米度嘅一個距離，買餸亦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咁今一期呢，我哋就同大家去睇咗呢個公園4季嘅2期啦。之前一直都冇同大家去實地咁樣去睇下。咁嚟緊呢，我會去重點同大家呢去實地去睇呢個彩虹片區啦。無論係夜晚嘅夜探啦，同埋前面嘅農貿市場，我都會同大家呢去一日去睇清楚嘅。今期嘅視頻呢，我先嚟到呢度嚇。如果大家呢想睇其他唔同嘅屋苑啦，記得大家呢都可以喺評論區下邊去紛紛留言啦。好啦，我係阿 Ken 嚇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